历史中的习俗啊，恁就将关联跟烟根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烟根归乎耶和华，带礼物来入建议，就用圣洁的装搭敬拜耶和华以上。咱做来吟诗，诗歌433首。请来用耶和华，请来用耶和华，大声对伊唱歌，用心学乐来用心学乐拯救石盘，大声欢喜吟诗，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433首。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安尼讲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先神交代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伊本有变到应该是苦，天是被死埋葬的灵魂，第三日对下上复活，全面他这全能的上帝话语。咱做伙来英文第37篇，英文第37篇，我来记，请大家来记。无伫看路，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？要用什么？恁的性命要无较大的美牛。看天顶的飞鸟，恁的天地也伫饲。恁什么人用看路，互生命搁较长一刻久？就像山里的白壳花，怎样大长？若是我甲你讲，当所罗门结项目的时，搭山园的草啊，今仔日滴地，明仔日歇伫火炉，上帝互伊穿到安尼。所以无伫看路，阮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。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意义。所以无伫为着明日看路。
一日艰苦，日日到家。以上。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定中处甲就是伊，圣主所选实在宝贵，连结圣会归伫伊，连光圣城拢无废去，艰辛净土免摇移，请起立。咱做伙下头来祈祷，主边听看多怜悯，我的上帝，一直天年去照顾全世界，阮每一个人的性命，互阮性命得到成长，互阮身体得到勇健，阮每日行过来，都拢有你的恩典满满，伫这恩典的内底。阮尽量来享受，但是阮会想到天气的变化，一切所创造的，就伫你的手中。你安怎安排，阮就安怎来享受。但是同时阮也知影，阮的过错就是
想过度来开发，想过度来享受，这阮应该爱反省的。阮总是爱伫你的殿堂时时刻刻来学乐你，来赞美你，来感谢你，都享受互阮的，互阮每日得到更加平安、更加喜乐、向前来望，来看路嘛，会使交互你的手中。9月已经过一半，阮也知影，特别学生囡仔要经过适应开学的艰苦，但是阮也看到你，就是互因有好的适应，紧紧来进入学习的精神。主啊，阮也求你，互因有聪明的头脑，互因的心情更较稳定。你学习的功课，也会使得到更较好的发展，特别是这礼拜开始，大学生嘛要开始伊学业，主就你引带因的脚步，互伊更较侪心思去学业，去思考人生的问题，但是莫花伤侪时间来去旅游，来去外口走走。主求你赐福也照顾先囡仔。主，阮也知影天气的变化伫你的手中，但是阮也知影，侪人因为天气的变化，无法度来适应，互伊的身躯得到白疼。主为爱带伊，为爱爱食药啊，但是当时心情无好。嘛无法度好过生活，主求你赐予因有勇健身体，更较好的适应能力。同时也互因伫食药啊中间得到恢复，更较勇健来望头前的路。这是阮所祈求的，因为阮侪兄弟姊妹毋是白疼，就是带伊。是踮伫厝里，无通来教会，甲阮做伙来做礼拜的，就利用阮赐福互因。主啊，你爱阮听你的话语，你也设立几个间属伫阮长老会的升学院，这升学院拢伫你的旨意的来设立来发展，但是阮也知影，有时因嘛会拄着财务上的困难，也是招生，也是发展上的需要更较好的引带。主，求你继续赐福，特别是今仔日是真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，阮也知影，这圣经学院经过侪届的改造方向的改变，今仔日。诚侪主要的灵修的所在，主这个宝贵的所在，这个好的机构，主你一定爱搁继续引带伊，特别你也引带蔡牧师代表圣经学院来到咱教会，蔡牧师就伫大家宜兰迄边坐的车。来到咱遮，主你愿固守伊的身体，搁较好勇健，搁较有精神，来为你的福音来跑走的时，主伊所要传奉阮的福音，主你也保守伊的所讲出来的，也保守阮听到的，主阮今仔日组织伫你的面前，阮要诚心来听你的话。来做未来阮生活的理念，主求你甲阮异地，嘛充满伫咱这个会堂，互侪点个会使得到更加好的灵命的成长，无来的有缘照顾因，充满伫因的心内，愿来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
咱来邀请咱的圣乐队来带咱来学乐，因为学乐的诗歌是，你若专心吹球，你若专心吹球，请。